啊，那居来犁土真的是痛苦，一天才犁得3分土。砰！农民没有鸟用，真的是头痛。耶！买个犁土拖拉机，我们犁土爱用具，难怪爱人家气。哎，做好点嘞。想搞点扶贫困买个鸟，扶贫困都没到城里头。砰！现在一个鸟1万几，靠种田种地根本买不起，农民真的是苦得无比。砰！如果下辈子还可以投胎做人，我坚决没做农民。砰！你做猪也是可怜。砰！爱来犁田。砰！没懂现在是马年，农民爱拿猪犁田。犁田到中午，汗水压屁股，还要犁一下，回去搞中午，搞完中午看马报，眼前特找白贼药，单挑一口准准的。砰！拿几块钱搞一炮。砰！莫跟我讲高大上，莫跟我讲正能量。砰！有些产子的总讲农民素质的，你们祖宗也是种田的。砰！30年河东。砰！30年河西。砰！没有永远当官的，没有永远种地的。富不过3代，富过3代一定败。砰！就稳点了。好，最后一圈，搞完这圈，特起中午噻。砰！河路永远走没完，操心越多心越烦。想看更多河池本地视频，微信搜索公众号“河池牛人”，关注我们。